應該好穩陣啊！冇問題。多謝晒兩位司儀啊！各位惠城區嘅街坊朋友，各位中西區嘅首長，青商嘅朋友、青會嘅朋友，各位青年朋友，大家好。首先呢，好開心，有感動，咁多首長，有咁多朋友、咁多街坊嚟支持本人。本人呢，其實喺9月開始呢，加入青年商會呢，參與嘅社會服務。咁其實咧，不經不覺咧，係做呢個社區服務咧，已經有超過20年啦。咁第一階段我係92年至到04年咧，主要集中喺青年商會嘅工作。咁特別係青年工作。咁而第二個階段咧，亦係我參與唔單止青年嘅工作，亦參與好多唔同類型嘅社區工作，包括中西區，包括特區政府一啲公職。咁而事實上對我嚟講咧，好大嘅感受。我發覺唔單止係可以服務呢個。即係整個社會嘅服務或者青年嘅朋友，更加有機會能夠藉著呢個機會去參與中西區，特別今次有幸能夠參與惠城區嘅區議會選舉。首先再一次感謝大家嘅支持。過去呢幾年咧，喺呢個中西區，特別惠城區裏面咧，我哋睇到啦，雖然好多人都覺得呢個區已經係非常之好啦，好美好，但係無可否認，仲有好多問題咧，我哋需要解決。特別係交通衛生啦，同埋環保各方面咧，係都需要更加嘅改善，從而提升我哋嘅即係生活質素。咁我哋希望藉着今次有呢個機會去改變呢個現狀，大家俾個機會。過去10多年嚟冇改變嘅地方，俾我一次機會去改變，提升呢個生活質素，好唔好？好！大家記住，11月6號就係我哋嘅投票日，請記住投1號。白富紅，求白求變 ，be thanks to change， 求白求變。多謝大家支持。